我哋一齊通過短視頻學廣東話。而家帶大家去食盧森堡嘅麥當勞。我每次出國都會食當地嘅麥當勞，因為每個國家嘅餐牌都唔同。我點咗豬肋骨漢堡套餐同3個甜品，我覺得麻麻地，太多燒烤醬，甜品唔新鮮。至於飲品，我點咗可樂，佢的確係凍嘅，不過冇冰。今日就到呢度，下條片帶大家離開市中心，去其他嘅鎮。